我哋呢班組織呢個慈善組織國際聯合佛教常會嘅人咧，全部咧都係我哋咧啲師兄弟，即係我哋跟嗰條上師學佛咧，師傅叫我哋學佛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。第一，唔好迷信，佛教係講道理嘅，有方法。咁啊，以前我唔信佛，都覺得因為覺得佛教迷信，點解滿天神佛啊，又燒衣紙啊，裝香拜神，我覺得都好迷信，所以我當時唔信嘅。後尾聽到佛經，睇到佛經，聽電視到阿陳上師知道咗學佛咧咁有道理嘅咧，先知道佛教係好有道理，唔係迷信嘅。咁所以陳上師話學佛第一件事唔係迷信嘅，有道理去修行嘅。第二咧，佛教咧就要修行咧，亦都唔好一個講字講咧睇佛經念經，有啲念到好順口好叻。但念做咗之後，有冇實際去學去做？或者佛教成日講菩薩嘅心腸，有冇去幫下人咧？咁如果一個講字嘅話咧，又係唔足夠嘅。所以陳上師就話：學佛咧，除咗明白道理咧，修行咧，仲要實際上邊要關心人哋、幫人哋。所以就註冊呢個慈善組織國際聯合佛教協學會。就係做社會服務，去關心人啊，探訪老人院啊，搞好多活動啊，我哋個個都有啦嚇。咁咧就呢個我哋都係做慈善，不過我哋因為學咗佛之後，去實踐、去應用、去到學佛咧，所以就係咁解嘅。所以其實我哋兩個組織先有咗個佛堂先，學咗佛之後就組織呢個慈善組織。澳門咧，因為係分會，就可以有個括弧澳門兩個字。咁我哋個佛堂嘅名咧，就叫做慈航寺。即係叫一個寺院嘅組織嘅架構咧，有法師念經啊，做法事啊，又有學佛嘅活動啊，有講經啊咁樣。呢個係慈航寺啦。呢邊個門口呢邊咧就係慈善組織，就係慈航會啦。立即湧出義泉，一冷一暖，香烈清淨。而天空中也出現9條巨龍，吐出水柱，為太子沐浴淨身，進入自己身體。他頓時覺得身心安樂，如開甘露，仿似自身如日月光照。醒後，他將目並要釋達多喬達摩嘅意思係乜嘢 ？A 用者 ，B 成就者 ，C 修行者。2係啊，好叻啊，係正法王啊！好啦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就俾份禮物你，係啦。一顆菩提心，世界和平又安寧。我的心事，在黑暗中帶來光明。人人種下一顆菩提心，世界和平又安寧。世界的迷惑，何時才能擺脫？有啲人健康啲，有啲人就病痛多啲，就係咩？有前因後果嘅。所以佛祖咧就諗通咗，明白晒之後，就教你有咩方法通過修行啊，做啲好事啊，唔好害人啊，講嘅嘢要注意啊，又點咧？咁就可以將來就唔使再受苦。4月咧都係慶祝釋迦牟尼佛出世嘅日子嚟嘅喎。咁邊位係主角咧？呢度有冇見到啊？就係中間呢一位，上邊個水池上面有好多花瓣，再上邊呢一位釋迦牟尼佛。前邊咧，前邊有呢個公仔咧，就係2500幾年前喺古印度出世嘅王子